同款是诈骗的案件，来看国内美资公司讲，因的投资方案会当利用 AI 替人去处理买卖，保证逐个月上无趁四拍。这美资公司一年是骗超过10亿。检方约谈公司的高层和员工当中6个人，甲细个负责人申请羁押，剩的被告10万至50万高保。用手加面，美资公司的姓陈登记负责人经过检方复审，以50万高保。对提问无回应，美资的姓高实际负责人也方带回约谈。经过透明征信，26方声押禁见，北检侦办专案，搜索几个地点，约谈6个人到案，调银行法等罪嫌侦办。从事金融业这3年呢，我就已经买了3栋房子。我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，然后来告诉大家，学习有钱人的脑袋。将理想环境讲甲真鼓励人，也毋过美资这间公司标出诈骗投资人的钱。检方调查，涉案的企业讲，甲美国有名的投资集团有合作关系，伫台湾推出名叫做 VIG 的投资方案，主打靠 AI 人工智慧替客户代操外汇，每个月保证获利4%至6%。2021年起，短短1年，违法吸收资金超过10亿，保证至少有10个人提告。确定他是诈骗集团了吗？应该是听你这样讲，一定是啊。类似的受害情形，警方组织诈骗发现，台北一名查甫人受骗假投资，相信只要出钱，村内相关事项拢有经纪人代操，协助交易、海外基金、股票等等，只要坐咧等收钱就好。民众解约并提领新台币800万元的现金呢，准备交付诈欺集团，以投资海外的证券。行员警觉有诈。遂通报警方到场查证，已经赔100万，被害真无发觉。原来也要拍算，搁领800万投入，好佳在即摆临柜，互人动落来，无互损失更加扩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